我怎么還不死啊？人都巴不得活到100多歲，就你啊，成天想死啊！我告訴你，趕緊幹活，房貸都逾期了，再不還錢，咱倆都得睡橋洞去。臭小子，你懂什麼？你爺爺我可是9天上仙，等我死了回歸天界，你小子的好日子就來了。趙光，羅越，你這個窮鬼好大的膽子，竟然敢往趙少的車上潑泔水！當年沒有我們家，他早餓死了。現在給我戴綠帽子，我不潑他頭上就不錯了。當年你就是個廢物，現在也是。老子睡你女人，是我看得起你。趙少可是資產過百億的豪門，而你是個連像樣工作都沒有的臭屌絲，也好意思碰瓷？賤人，來，把20萬彩禮還給我。區區20萬，跟要了你的命似的。這錢呢，到我這就是我的。你們想要回去，沒門兒！我勸你們別動我孫子。行了，一個臭廢物，一個老不死的，也想跟本少比？李霞，你把這東西給我喝乾淨，或許本少可以發發慈悲，放你一馬。喝你媽！你不喝是吗？行，非你喝，给我拿下！放開我！別動我孫子！放開我！放開我孫子！爺爺回去！爺爺，放開我孫子！你放開我孫子！你老不死的，我去你！爺爺！謝爺，我終於要死了。爺爺，爺爺，爺爺！趙少，這不會鬧出人命吧？他他媽自己沒站住，跟我有什麼關係啊？對，是他自己摔的。哎，你要幹什麼？我跟你拼了！啊！老東西，這事兒跟你們沒完！走！爺爺，你沒死啊？哎呦，臭小子，別咒我！爺爺我馬上就要成仙了。爺爺，你是不是摳壞腦子了呀？啊！哎呦，你作為本仙爺的親孫子，以後每個星期你都能獲得一個隨機仙術。每周的仙術你至少得使用1次，以此考驗你對仙術的掌控能力。當把仙術用過一遍之後，你就可以永久獲得這些仙術了。仙術必須用在正途，多做好事，不可直接斂財，不可違法犯罪，切記呀！好，我們起來再說。爺爺，好，哎，爺爺。爺爺，都賴孫子我，爺爺。對了，咱們這房子你得保住，這是爺爺在凡間的坐標。你如果不保住這個房子，你的仙術也就沒了。好，老頭你別鬧了，起來，隔壁王阿姨來了。等你跳廣場舞呢，哼！你再鬧我可走了啊！老爺子，你這108歲，也算是喜喪了。就是臨了，那花子還磕壞了，你是結果，可一堆爛攤子全留給我了。我啥也不說了，我打算還房貸去了。本周仙術開始刷新。哎媽，我的悲傷過度，都出現幻聽了。你他媽的，臭送外賣的，敢碰老子的茬！這可是價值500萬的豪車，你賠得起嗎你？哎，明明是你們撞的我。喲，
還是個小美人，要不你陪本少玩玩，本少可以考慮放你一馬。住手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謝你啊。竟然是你这个臭屌丝！是你啊！以前还欠本少一桶泔水没喝呢，敢坏老子好事儿，是赶着找死是吧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一个连房贷都还不起的臭屌丝，还学上人家英雄救美。赵少，你今天一定不能放过他。你们害死我爷爷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！哎，我们走的时候，那老王八蛋可还没死。就是，那老东西都那么大年纪了，死了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哼，过分！本少可是百川市前3大家族赵家的大少爷，我他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。趙家怎麼怕了吧？没聽說過什麼野雞家族？我找死！男的給我廢了，女的給我留下，給我上！本周仙术開始刷新。金剛不壞，是仙術。老頭說的都是真的呀。本少俠從小練功，早就練成了金剛不壞。我上，死命打！哇，原來你這麼厲害啊！你們以多欺少，還被打趴下了，就這還大少爺？都是垃圾貨色！你敢辱罵趙少？找死！走！哎，年輕人不講武德！哎，他要看看金剛不壞能不能扛得住老子500匹的豪車！我的車，1000！賠我車！哼，明明是你這破車質量太差了，還要咒我的金剛不壞，活該呀你！死廢物，你給我等着！我把你爺爺的骨灰挖出來餵狗！說什麼？我說，我把你爺爺的骨灰挖出來！你個狗男女！你給我等着！你給我等着！你太厲害了，啪啪2下就把他們打倒了，真解氣！謝謝你救了我，我叫葉靈歡。哦，舉手之勞，不必言謝。我叫李錢。李錢，我電動車摔壞了，沒辦法送外賣了，而且我最近老遲到，錢都被扣光了，我都沒錢吃飯了。我能不能去你那兒？李錢不會是傳說中的仙師吧？如果是，那這結婚對象不就有了？嫁了就不會再催婚。這我還要賺錢保房子呢，沒空照顧你啊。你就再幫我一次嘛，我一定好好報答你的。仙術必須用在正途，多做好事兒。好吧。太好了。好了，寶貝，別生氣了啊！他媽的，這個廢物怎麼這麼厲害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去，給我查。是。好了。還真是一家子底層廢物，連房貸都交不起。喲，我趙家還是這家銀行的大客戶呢。喂，你們就是這麼做事的？有個得罪了本少的廢物，房貸已經逾期了，
還不收房子？你吃。哼，还吃呢？哼。李钱是吧？我是天光银行的经理，你的贷款已经逾期了，这房子是我们银行的了，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我才刚刚逾期几天啊，你凭什么收我房子？绝对不能让他们收走房子，不然我的仙术就没有了。李钱，你能打又怎么样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就你穷鬼也配跟本少斗？他妈玩死！赵少说了，你就一穷鬼，没有偿还能力，这房子当然归我们银行了。天光银行不是我们家的资产吗？哼，何必跟这种穷鬼废话？直接收了房子，让他们住口。你要是实在没钱，反正你陪我玩玩，说不定我还能大发慈悲放你一马。原来是个穷光蛋呀，还敢得罪赵少，立刻滚出房子！要是我能证明我有钱呢？你已经逾期了，想要证明你有偿还能力，至少要有500万的资产证明。你们突然来验资，我上哪找这么多钱啊？按照规定，客户有7天的筹款时间吧？哎，那我就给你7天时间，我看看这7天时间你怎么凑出这500万。你们就得成丧家之犬。我们走。李钱，你有办法？先偷偷看。摸一摸？难道我看走眼了？他根本不是什么仙师。算了，实在不行帮他一把，也算报恩了。爷爷保佑，下周刷些个好仙术啊，不然你孙子就要流落街头了。哎呀，把那些放下去，到手掌里全部满了。行，500万呢？拿出来让我看看啊！怎么拿不出来啊？拖时间有什么用？之前拿出20万的时候都抠抠搜搜，怎么可能有500万？没有500万资产证明，这房子当然歸我們銀行。動手！哎，我看誰敢動！哎，我們收房子合法合規，你要是動手，就等着蹲大牢吧你！就算拼了命也要保住房子，絕對不能失去仙術。真是個窩囊廢！住手！我可是葉家家主葉天的女兒葉靈歡，我看你們誰敢動手！耶，一個送外賣的葉靈歡，兒人們還沒醒啊！少裝模作樣，沒有錢就睡大街去！趙光，不要太過分了！不過分又怎麼？誰讓我有錢呢？你這種窮鬼，活該一輩子被老子踩在腳底下！你們一定會遭報應的！一個窮鬼，一個臭送外賣的，兩人還真是絕配，可以一起滾出去住過。我已經給過你們機會，窮鬼不配住房子。爸，聽不懂人話呀？給我走！哎，別打呀！放下！你碰我！有仙術，開始刷新。本周仙術啊！本周仙術！哎，住手！誰說我沒有錢的？就你身上那幾百塊也叫錢？是不是不管資產還是現金，只要價值超過500萬就行，對嗎？沒錯，你有嗎？這個窮鬼就是想拖延時間，趙少，你可千萬別信。我告訴你，你今天不僅要丟掉房子、女人，連尊嚴也不會再有，你以後只能像條狗一樣活着。不信是吧？那好，我們打個賭，如果我真的拿出價值超過500萬的資產，那你就跪在我爺爺面前磕頭道歉。給我閉嘴，李錢！竟然敢讓趙少給一個死人下跪，你們我就問一句，敢還是不敢？你有什麼不敢？但如果輸了，是你主這好。如果你輸了，跪下，把我的鞋給我舔乾淨，然後一邊磕頭，一邊從我胯下爬過去。哼，可以。李錢，別衝動，我們再想想辦法。接下來
我就讓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實力。这不就是一堆破砖头吗？老头子刚才不是说这周仙术是点石成金吗？怎么没用啊？这是他们家墙塌了，穷的連修墙的钱都没有，就只能把砖头堆在这儿。结果这个穷鬼啊，就把这个砖头当做资產了。这些東西別說值500萬了，連他媽100塊都不值。你他媽耍老子是吧？趕緊跪下，給本少舔鞋！還不快跪下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哎。哎呀！老頭子，你這點石成金怎麼沒用啊？你把親孫子給坑慘了！裝瘋賣傻是吧？你們上把他押過來，給本少舔鞋！哎哎，別過了，誰過來我拍誰啊！大不了一起死，上啊！你的身體是很硬，但是我想看看你頭會不會也一樣硬。告訴你，敢打本少是要付出代價的。金剛不會已經沒了。住手！哎，我真就他媽搞不明白了，這個廢物到底哪裡好，值得你這麼對？好，那我便要看看，我今天就他媽在這把你上了，拿我怎麼樣？歡歡，正光，你給出上！你沒事吧？張少，你沒事吧？對不起啊，我護好你。一起，他媽找死！張少，你看。怎麼可能？原來這金子在裡面！哎呀媽呀，嚇死小爺了！這肯定是假的！假的？哼！真金不怕火煉，你們隨便驗。張經理。張少，這是真的金磚。你肯定是看錯了。我監管銀行資產部所有除了金庫的黃金都經過我的手。你可以質疑我的人品，但你不能質疑我的專業。這些都是萬祖金，純度極高。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的黃金。這肯定是你偷來的。偷？哼！我爺爺好歹活了100多歲，3點錢很奇怪嗎？我本來想低調做人啊，怕有人惦記，所以故意用磚皮包着。結果呢，你們是步步緊逼呀！哎，我不裝了，我攤牌了。就是，黃金可是硬通貨，隨便拿一塊，什麼房貸還不了？哼，小楊，這算不算資產證明啊？張少，這狗東西，別以為這樣高枕無憂，給我等着！哎，誰讓你走？李乾，你沒完了是吧？我們趙少貴為少爺，輕輕鬆鬆就能把你捏死。本少身價億萬，就算你有這些金磚，少比屁都不是。那你揣着我金磚幹嘛呢？渾水摸魚，順手牽羊啊！我只是想回去驗真假，誰稀罕這玩意兒？哎，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事兒忘了？爺，給我跪下，給我爺爺磕頭道歉。李乾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竟然真敢讓趙少下跪！這怎麼？這堂堂趙少願賭不服輸啊！這要是傳出去，恐怕對你名聲不好。李乾，你剛才打我這一磚頭的事還沒找你算賬呢，得寸進尺。就是，
我們趙少什麼身份？你什麼身份？別以為有幾塊破金磚就能無法無天了。無法無天？你們真是惡人先告狀啊！趙光挨了磚頭都算轻的了，我告訴你，這事儿輕易不能完。没錯，今天誰要不履行約定，誰都別想走。我看我要走，誰能攔得住？哼，我是拿你沒轍，但是我可不敢保證第二天，這趙少願賭不服輸的消息傳到整個北川市。想壞我名聲是嗎？好，我等着，你有這個機會。走。李乾，你別以為你攀上了一個臭狐狸精就可以耀武揚威，在我這兒呢，你永遠都比不上趙少。你們啊，死定了！剛收拾完趙光，沒收拾你，你很不舒服是不是？來，把彩禮還給我。我跟着趙少呢，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，但是呢，我一分錢都不给。你还真以为你傍上什麼少爷？人家只是玩玩你而已，贱骨頭！要你管！少廢話，要麼還錢，要麼我報警。那是什麼呀？趙少都等我！想跑？哎，为他生這麼大氣，不值得。我也想從他那搞點錢，好好房貸。啊？嗨，那都是假的，這樣能怎麼？孙子，在遇到魏真仙之前，眼石成精的效果只能維持1刻鐘。黃金呢？這怎麼回事？磚頭變黃金，怎麼做到的？我也是，你都能硬扛汽車，這算什麼？你什麼做不到？來，過幾天我爸媽回來，我帶你去見他們，錢的事情不就解決了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不行，你家也不富裕啊。哎呀，信我，到時候你見到我父母就知道了。好吧。爸，儿子，百川市第一家族叶家要与我們趙家聯姻，將葉家千金嫁給你。與葉家聯姻？哈哈，傳聞那葉家千金國色天香。他誰啊？伯父，我是那個啊，他就是我一個秘書，不用管。聽說葉家周一設訂婚宴，你呀，好好的準備聘禮，別出去胡鬧了。放心吧，爸。哎，與葉家聯姻，再加上你二叔即將拜得天師，入修行大門，那我趙家成為這百川第一，指日可待。哈哈哈哈哈！這就是我家。這麼大的房子，你家？別動了。哎呦，等會兒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不是。喂，老鄧，我找到對象了。什麼？叫什麼呀？多大了？家裡是幹什麼的？他叫李乾，今年28歲，家裡很窮，平時做點手工。哎呀，窮點沒關係，車房爸給他買，只要你喜歡就行啊，錢是小事兒，我們只看人品。他可是傳說中的仙師，無所不能，保證你會喜歡。哼，我的寶貝女兒，你就別哄騙我們了。真的，我現在就帶給你們看。兒子，見了葉家千金，一定要好好表現啊！爸，你就把心放肚子裡，絕對萬無一失啊！爸也覺得沒問題，這葉家專門為你準備了訂婚宴，意思很明顯了。你們怎麼在這兒？你們怎麼在這兒？這裡可是高檔別墅區，就你們兩個也配來這裡？這是我家，我們憑什麼不能來？哼，你家還在這裝什麼？一個無業遊民，一個臭送外賣的，也真敢大言不慚，敢在葉家門口撒野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煩了。就是你，燒了我兒子的車，還打了我兒子是嗎？得罪我趙家，有種！我辦完的事，這樣讓人生不如死。說什麼的，我都要看看，誰先生不如死啊！爸，這小子有古怪，之前我開車撞都撞不動他。對吧？再能打又怎麼了？不是還有你二叔在呢嗎？你二叔可是自幼修煉的武武，一拳下去，根本都能打穿。也是，
哎，我知道，你们是来破坏我和叶灵欢的订婚宴。放屁！我们跟……你想多了，此次联姻是叶家钦定，到时候我们只需要跟叶家一说，就不用我们说什么，你们俩都死了。谁要嫁给你这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？真是上这个下梁歪！你们赵家也配和叶家联姻？嘿，你他媽裝上瘾了是吧？一个臭送外賣的，做上千金梦啊！我承認你有幾分姿色，如果你願意把自己乖乖脫光了躺在床上，我馬上願意陪你玩一個。你嘴巴放乾淨一點啊！我呸！你就是個畜生！他媽的，前去呀！終於看到你了！哈哈哈。哎，哈哈哈哈！的確是一表人才呀，能鎮得住我姐是。葉兄，夫人，犬子不才，確實也是儀表堂堂，能夠配得上玉蘭。伯父伯母，結婚了之後，我肯定會好好疼愛葉小姐。哎，葉小姐呢？是不是在裡面？那咱快進去吧，別讓葉小姐等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走吧。哎，哼，人爸媽都來了，咱們還是走吧。葉家正主來了，你們倆完蛋了。走什麼？好戲才剛開始。等等，趙旭日，你來幹什麼？今天不是我兒子趙光和戀愛葉靈歡的訂婚宴嗎？你聽誰說？你之前葉兄與我聯繫，說考慮與我趙家聯姻的呀。你們自己都說了是考慮，我們家又沒有正式通知你，怎麼就自己上桿子來了？哎，今天的訂婚宴可不是給你們這種貨色準備的。趙旭日，聽見了嗎？我女兒已經覓得親生女，你們快走吧。乖女兒，這段時間在外面受苦了。女兒啊！你真是葉家千金啊？是啊，我不是一直都告訴你實話，是你不相信我。哎，不是，堂堂葉家千金出去送外賣，這件事兒我以後慢慢跟你講。不是，這葉家大小姐竟然是個送外賣的，這怎麼可能？你說誰抽送外賣的？我女兒靠自己雙手吃飯，輪得到你來說三道四？這他不是假冒的嗎？怎麼成假冒？趙學月，是你自己兒子愚蠢呢，還是覺得我們愚蠢？靈歡是我自己的女兒，我們能不認識？爸媽，弟弟，這就是禮錢。那個叔叔阿姨好。小伙子，跟我家靈歡相處不要有壓力，以後啊就是咱們葉家一份子了。車房這些，要多少咱有多少。不是，你讓你女兒嫁給這樣一個臭婦人，不要彩禮也就算了，竟然還倒貼。你是誰？我們葉家的事輪不到你來插嘴。我願意跟錢哥在一起，只是因為我喜歡他，跟所有的一切都沒有關係。金錢和物質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你不行，全城都知道我趙家要和你們葉家聯姻，現在你們過來悔婚，影響我趙家這裡我哪個啊？悔婚？那只是你們自己一廂情願而已。況且，想跟誰在一起，我們靈歡自己說了算，是嗎？葉家就算是第一，但在這百川市也不能一手遮天吧？沒錯，你也別他媽太囂張了。你們就是百川豪門的恥辱，你們闖了紅燈撞我，還想把我擄走？要不是錢哥救我，我都……什麼？狗東西！就你這垃圾玩意兒也配娶我姐？哎，你打我兒子！老子今天給你撇了我！小心！沒事兒，我弟是散打冠軍。薰兒，把他們給我扔出去！我現在看見他們就惡心。好嘞媽。敢動我趙家的人，找死！二弟，二弟，呀，你已經是五台山金傳弟子了。沒錯，我現在已經步入修行的大門。那這麼說，你趙家已經成為百川市第一家族了。百川市已有100年未出現過仙門真傳弟子了，這百川市第一家族的位置，今天要易主了！五台山真傳弟子，這真傳弟子很厲害嗎？我們樊氏家族跟仙門
那是没法比的，就如同蝼蚁一樣。还挺有自知之明啊！你们叶家胆敢悔婚，辱我赵家子弟，说想怎么死？还有他，不仅烧我車，还打我人，竟还抢我女人！啊，明明是你们仗着权势为非作歹啊，现在还要颠倒黑白啊！你还真说对了，赵家有权有势，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怎样？没错，况且我乃是仙门真传弟子，就算我侄儿把你们叶家所有女人都抢上，你们也得受着。仙术马上就要刷新了，小子，我就拿你开刀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爸媽，姐夫，放心，你是为了救我姐才陪在赵家的。我们今天就算死，也要護你周全。叔叔，阿宇，哦，我可是全国武术冠軍，我倒要看你有多厲害！哎，小心！兒子！兒子！区蝼蚁也敢和我仙门弟子相抗？什麼狗屁第一家族，在我二弟面前，你屁都不是！繼續囂張啊！哎，怎麼樣？現在知道被碾壓的滋味了吧？老頭子，現在該怎麼辦？怎麼辦？現在你們只有一條活路，立即通過全城，將他上嫁給我兒子，然後親自把他送到我兒子的床上。只有這樣，才能給你們葉家一個當我趙家狗的機會。放心，等你嫁過來之後，我一定會好好的對你，好好的愛死你。啊！你做夢！就算我們是死，不會讓靈魂受任何委屈。沒錯，靈魂只能和他喜歡的人在一起。你們休想！無所謂了，等把你們都弄死了，他照樣淪為玩物。本州仙術委來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還能打！呀！自量力！垃圾！放來！姓趙的，我來跟你打。姐夫，你也練過我？練過幾天。練過幾天，就敢和我過招？你以為你是萬中無一的絕世高手嗎？沒錯，我還真是絕世高手。二叔，別聽他胡謅，這小子根本就不會什麼武功。上！虛張聲勢，找死！李千小心！在這凡間，我就是無敵的。你們這些螻蟻，都得死！李乾，沒事吧？沒事兒。小伙子，都吐血了。姐夫，他的力量猶如泰山壓頂，強硬無比，哥不要強爭了。對呀，這是我們葉家之間，不能由你來承擔的。我真沒事，他打我，跟撓癢似的。找死！二叔，你以為你很能扛是吧？但是之物是奈何不了你。可我是仙門弟子，仙力無邊。你剛才已經身受重傷了，還嘴硬啊？那你繼續，有本事將我徹底幹趴下。好，剛才那一拳，我連1成的功力都沒有用到，現在這一拳，我要把你紅塵渣渣渣！你先不要！晚了！姐夫，小伙子，螻蟻就是螻蟻，不堪一擊。李乾，你沒事吧？放心，沒事。
这，你没吃饭呢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这一拳仙力灌满，他怎么可能站起来啊？本咒仙术为治愈术，本仙术可瞬间治愈一切创傷，包括致命傷。你打得越慘，治愈术效果就越好。别逞强，快走啊！放心，没问题。你。继续，碰我做什么？我就不信打不死你这个凡人！排山倒海！排山倒海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别晚快带他走啊！快走啊！到头来啊，还是废物一个。这怎么可能啊！阿弟，还有什么绝学都拿出来，直接弄死他！是啊，二叔，这小子有古怪，赶紧弄死，不然后患无窮啊！是时候要拿出我自创的绝学了。你们有没有见识过天而降的掌法？明谦，就这，还绝学？回去再练几年吧。我跟你拼了！明谦，你别硬扛，你会死的！小伙子，你为我们叶家做了太多了，你别硬撑啊！这是叶赵两家的事情，长沙要把我们西域钻骗，跟李轩无关，你放他走啊！没错，一人纵是一人斗，他快不行了，你不要再打他了，让他走。啊！说说，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？不行的是他。姐夫好像真的没事啊！他明明都被打成这样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信我就在这儿被他打了一天一夜，他也伤不到我。姓赵的，我看你属实虚的，要不回山上挖点人参再读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啊！这阿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莫非他也是仙门之人？不，他身上没有一丝毫的仙气呀，绝对没有仙气。你在这里有什么呢？还胆大？少林，我看你是真是没吃饭。足浴店按摩的小姑娘都比你手劲大，你呀给小右按摩都不配。你敢侮辱我堂堂的泰山真传弟子，我你死碎！别硬撑了。二弟，二叔，废物！我站在这儿上，你都打不死我，反倒自己气血没乱，经脉尽断，成了废人一个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到底是誰呀？你還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滾！完了，我赵家彻底完了，把叶家得罪死了不說，他竟然還出了一個連二級都奈何不了的高手。我們趕緊回去收拾東西跑路吧。怎麼會這樣啊？跑路？爸，
我不甘心啊！你还不甘心？你是从哪儿给我找来的这么个怪物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我还調查過李強呢，他父母早亡，跟着一個糟老頭在家編草框，他無權無勢，就一個破房貸他都還不清，誰知道他那麼厲害啊？那就只有一種可能。什麼？那狗東西確有古怪，我身為仙門真傳弟子，都聞所未聞。肯定是什麼邪魔練了邪法，所以才打不死。二叔啊，就算咱們知道他是邪修，咱們又能把他怎麼樣呢？邪修？哎，他們趕盡殺絕的呀！無妨，我馬上通知師尊，師尊專滅外門邪道。師尊能打死他嗎？師尊已經練就了真火，但瞬間把他燒成灰，燒成灰了，他還能站得起來嗎？太好了，我們一定要報仇雪恨。總算呀，今天是虛驚一場。可不是嘛。你來啦，我爸媽有話跟你說。哦，叔叔阿姨，小李呀，今天可是多虧了你呀。哎呀，徐守正不必言謝。小李啊，你抽时间跟林歡把結婚證領了啊！什麼？領結婚證？剛才叫我賢婿，叫我姐夫，我就覺得不太對勁了。現在你突然領證，什麼情況？我跟我爸媽說你是我男朋友。這種事情你竟然不告訴我？怎麼，當我男朋友委屈你了？你太快了吧這！別磨磨唧唧的了，娶不娶我，一句話的事。我李乾不是這種貪圖美貌之人，葉連環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媽，請收小婿1萬。哎呀，好女婿，快起來，都一家人了，這客氣什麼呀？快起來啊！你選個良辰吉日，跟我們林歡把證領了啊，這樣咱就放心了，是吧？對。起來啊！哦，姐夫，你是有真本事的人，怪不得能鎮住我姐。你是不知道啊。以前我姐在家那對我，3天一小打，5天一大打，現在她終於要嫁人了。姐夫，你是個好人呢，你是呀，林歡從小就刁蠻任性，這上房揭瓦，下地挖坑，別說小尋了，就我們家後院那蚯蚓呢，也逃不過他的手心兒。是啊，我們就想着讓這林歡早點嫁出去，想來有婆家管着，想鬧騰也鬧騰親家了，是不是？你們一個個的揭我短是吧？沒有，有點緊張啊。這個天氣正適合領證。是呀，是。邪魔，休想逃走！站住，邪魔！不要跑！今天就是你們的死期！邪魔哪呢？邪魔在哪呢？說的就是你，裝什麼腔，做什麼事？我明明是你的3番5次登門滋事，仗着自己有點本事，胡作非為。我看你才是邪魔！我姐夫的本事還沒領教夠是吧？還來繞騷！賢婿，別跟他廢話，直接動手！看來不把他們打服，他們是不會認輸的。就是，我姐夫一根手指頭就能把你們全打死。你們笑什麼？我姐夫一出手，天地色變，鬼哭狼嚎，談笑間你們全都得灰飛煙滅。行了，別說了，沒那麼誇張了。我大夏之地，容不得你邪魔放肆！呸！血口噴人！姐夫，上幹他！我就這一術扛他還行，主動打人都沒效果呀。新鮮術又沒刷新。本少俠做事一向低調，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出手。我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啊！趕緊滾，否則後果自負。我男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厲害、最帥的男人，你們要倒大霉了。你們現在囂張，一會兒你們可就笑不出來了。我二弟的師尊馬上就到，你死定了你！師尊，我師尊乃是五台山大長老靈虛子，那可是真正的陸地神仙。對付你們這種邪魔，
弹指一揮間。五台山长老，那可是神仙级的人物。贤婿，你有把握吗？贤婿，你有把握吗？不好说呀，得看我的新仙术是什么呀。五台山长老，那可是名门正派的领军人物，这些宵小之辈打着他的名号嚣张跋扈，我相信长老不会是非不分对我们动手的。笑话！我师尊一向嫉惡如仇，对于你这样的邪魔，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一定会灭了你们。长老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，我们当面和他们解释。你们还不配和我师尊说话。长老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特意让我们前来，就是防止你们逃跑。就是，幸亏我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就让你们逃跑了。一听说五台山长老要下山斩妖除魔，你们立刻就想跑，还敢说你们不是邪魔？放你的狗屁！我今天是跟我老婆去领结婚证。老婆？是啊，我们现在都睡一个屋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的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二叔，长老来了之后，一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好强的气息啊！是师尊来了。师尊，您来了。哦，他就是那个邪魔。啊，仙师啊，你听我解释。仙师，你干什么？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，什么名门正派？我看你和他们就是一丘之貉。大胆，竟敢辱没师尊，找死啊！果然毫发无伤，不过老夫并没有察觉到半分邪气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邪魔。你放屁！师尊，就是这个邪魔，被我全身的经脉让我沦为废人，修结了几十年，毁于一旦呐！出手如此残忍，他不是邪魔是什么呀？莫非你啊？因为是你自己。长老，别听他的，邪魔最擅长的就是妖言惑众。他打二弟的时候可是邪气横生啊！没错，长老，他们肯定说我们人是在先，但是你看看他们一家人，一个个光鲜亮丽，哪有一点事情？反观我二叔，都被他们弄成什么样了？他们叶家联合邪魔，要把我们赶尽杀绝，简直是目无王法。师尊，您动手时，他确实没有出现任何邪气，但是他也没有出现任何仙气波动，却能施展出那种打不死的邪术，这不就是邪魔外道的象征吗？大胆邪魔，敢伤我徒子徒孙！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谗言，你枉为名门长老！黄口小儿！我这真火专烧邪魔！怎么办？是我看着不大，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是真火，不是普通的火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李清恩，呀！这真火太厉害了，我强行突破会瞬间受伤毁，这一术根本来不及啊！师尊，这邪魔死不足惜，唯恐有变呢。烧死他们！本周仙术开始刷新。真火是火，我也让你们尝尝被我烧的滋味。风来，风来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尊，这不会是那个邪魔使用的邪术吧？可能，天帝毫无预兆便发生异动，凡间邪魔不可能做不到，唯有九天之上的真仙才有此等本领。看，长老的真火真是越烧越旺。师尊，这种程度的猛烈真火，你是再次突破了呀！大娘恭喜师尊，正式踏上仙路，为这神仙指日可待。难道是你上天念我除魔未到无辜，特助我精进？肯定是这样。长老不再是陆地神仙，而是突破到九天真仙了。长老，他们是被
上天认定的邪魔，别让他们又是大功一件。好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越来越大了？难道我们就要死在这儿了？贤婿，我们叶家对不起你啊，不能让你跟着我们丢了性命啊！我们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。哎呀，说什么丧气话呀！这皇少大爷怎么出这口恶气的？去！火！师尊！区区凡世修士，也妄想和真仙术抗衡！上了！师尊，这火怎么倒反天罡了呀？这火已经不受老夫的控制了！爸，我不想死啊！爸，二弟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师尊，快带我们脱困吧！完了，这火失控，老夫也无法脱困了。什么？前方有火烧人士，我也让你们感同身受一下。贤婿啊，连陆地神仙的正火你都能轻易破解，你不会是仙人吧？仙人不至于，会的先生。姐，你眼光真好，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剑法。杂碎，这是跟整个五台山作对，快放我们走，要不然我把你们做不要会。哦，哼！二弟。哥，求你了，哥，我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招惹你们了，我求你们放过我们这野马吧。李谦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咱们今天在一起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不想死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我们错了。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对，不能轻易放过他们，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被火烧的滋味。哎呀，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小友，我看你正气凛然，绝对不是滥杀无辜的邪魔。能不能先把火灭，咱们再谈谈呢？谈？刚才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放火烧我们的时候，有给我们谈谈的机会吗？啊！小友，这真火，凡世之水根本无法灭掉。一旦彻底失控，别说我们了，就算你们也会被活活烧死。到时候整个百川市都将化为火海，届时生灵涂炭呐！于谦，这真的不一般，烧起来怎么灭得了啊？万一烧到无辜者，我们就真成邪魔了。我真善良，无妨。这普通的水灭不了真火，但无根仙羽呢？家伙，看好了！雨来！仙羽，真是仙羽，只有仙羽才能灭掉真火。收！怎么样，老头，还想不想体会一下小爷我的呼风唤雨啊？仙师，小人有眼无珠，还请仙师饶命啊！仙师，没错，随手便能招来仙风仙羽，既收放自如。只有真正迈入仙境的仙师才能做到啊！低调，低调。只是您刚才金光度体，正义凛然，绝无可能是邪魔呀！我也是为这不想弟子给骗了，才会对你出手，误会，真是误会啊！哼，现在知道是误会啊！仙师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您绝对配称的是大侠第一人，恳请仙师收我为徒，别为仙师鞍前马后。拜师，那还是算了，我这仙术可教不了你，除非你也有神仙野印。哦，这是5000万以来
是向您和您的家人表达歉意，二来是作为拜师的孝敬费。5000万，5000万，够我买套豪宅了。咱也不能够一直吃软饭吧？这银行卡只是一小部分，其余银行卡还没有带过来。在我五台山洞府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总价值在现世超过2000亿。只要仙师愿意收我为徒，我愿一并送给仙师。2000亿，2000亿，好说好说。借助仙术收取不义之财，即可身死道消。我堂堂仙师，差你这点钱吗？就这区几千亿，也敢在我姐夫面前班门弄斧？我这贤婿有如此的神通，钱对他来说那都是身外之物啊！仙师说的对，是我唐突了啊！仙师，老夫一把年纪了，还如此愚钝，仙师不说我实属正常。这块通灵玉送给仙师，仙师以後若是有任何事情，只要捏碎此玉，弟子顷刻便知。仙師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，那帮家伙怎么办啊？这帮孽障已经被我逐出五台山了，就让他们自生自滅吧。哎，小钱、林欢，你们快去领证吧，别錯過好時辰吶！对呀。恭迎魔尊苏醒！魔尊此番醒来，必能杀回仙界，屠戮众仙，我等愿誓死追隨。李道元，本尊终于找到你了。传令下去，本尊今日出关犒赏魔君，待本尊斩杀李道元，便荡平3界。是。上万年了，我尊終於出關了。是啊，我們被逐出仙界這麼多年，是時候出這口惡氣了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哼。魔尊，您說的那個李道元，就是12000年前將您逐出仙界，貶落凡間的那個九天真仙？沒錯。哼，當年本仙差點就能主宰仙界。沒想到被李道元那個老東西偷襲暗算，落了凡間之後，我便知道李道元也將下凡渡劫，所以我便散出999道魔魂遊蕩四方。只要有與李道元相關的信息，便會回來稟報位置。這次一定要報仇雪恨。先前我也感知到了那道氣息，按理說李道元為九天真仙，氣息不應該如此微弱。是手下唐突，不應隨意之過，魔尊請降罰。無妨，你倒是提醒了本尊，這道氣息來源可能是與李道元有過接觸的人，亦或是他的後代，甚至也有可能是李道元故意為之，想引出本尊。魔尊，你實力還未恢復巔峰，如貿然出山，確實有一定風險。這些年來，手下在凡世已羽翼鋒芒，不如就讓我們先去一探究竟。可以。讓他們先調查一下，只要找到相關人，殺無赦。是。哎呀，疼，輕點兒。哎呀，爸，你就別叫喚了，弄得好像誰不疼似的。完了，這回全完了。沒想到這個李錢還是個鐵板。都怪盧玉這個臭婊子。要不是因為他，我們也不能惹上李錢。不過我已經把他賣到非洲去，非得出了這口惡氣。可是我不想失去現在這一切啊！哎呀，能保住命就不錯。別說我們，連五台山的長老都差點被活活燒死。那個欺軟怕硬的老東西，見打不過，自個跑了，簡直是枉為人師啊！喂，對，
我是赵学人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和叶家有仇啊？什么？好，我们在百川市共赢大家，到时候我给您带路。这个电话是京城一个顶天的大人物打来的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是他要灭掉李乾和叶家，让我們做先鋒，事成之後有無數的好。那太好了，咱們得幹吶！無論是葉家還是李乾，都跟我們有血海深仇。好個屁！你們兩個是不是嫌命長了？那小子會仙術，什麼京城大人物，還不都得是死啊？這次不一樣，是魔尊吶！什麼？魔尊？小點聲！我在五台山聽說過10000年前的仙魔大戰，這魔尊戰敗了，然後被驅逐凡間了。沒想到魔尊捲土重來了。那可是魔尊呢，那李乾他們這次死定了。哎，到時候讓魔尊統領百川市，我們在他手下做個大王，也是極好的吧？啊，好啊！之後我帶路，和魔尊一起殺上五台山，我做掌門，豈不是美哉？來，小錢，吃早餐。好的，阿姨。怎麼還叫阿姨呀？哦，那個還沒習慣呢。媽。哎，好孩子，來，快嘗嘗。也不知道我們家的飯合不合你的胃口。姐夫呀，你是真幸福。我媽都好多年沒親自做過早餐嘍。你呀，一大早就這麼多的話，這麼多都塞不住你的嘴啊！快吃吧，快吃吧啊！小錢，你和林歡已經結婚了，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呢？啊，不是老爸給你壓力，能讓你這樣謙虛，成為我們葉家女婿，那是我們幾輩子都修不來的福分呢。是啊，是啊。爸，別這樣說。我們就想，我和李乾準備去住老房子。哦，去李乾家住啊？好。在哪兒住不是住呀？反正呀，以後你呀需要我們出力，隨時聯繫啊。吃吧吃吧，來吃吧。怎麼回事？出去看看。姓葉的，趕快出來接客。喲，你這一大家子人挺齊啊！好，一會兒一起送你們下地獄。死性不改，找死啊！哎，這次要對付你們的，可不是我們。哦。才是邪魔！你猜對了，你們竟然和邪魔勾結，那又如何？只要能滅了你們，邪魔什麼的很重要嗎？錢，確實有點本事，不過可惜遇到了你。爸媽沒事吧？姐夫，此人邪術寒氣入骨，恐怕不好對付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會讓你得逞的。你算個什麼東西啊？在歐陽長老面前，誰都保不住。你們今天都得死。就算你小子會仙術，那又如何？歐陽長老手段通天，滅你全家輕輕鬆鬆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，也救不了你們。果然有李道元的氣息，
你跟那个老家伙很像，也是李道元的后人。这破天的功劳终于轮到我，杀了你，我尊必定重重有赏。他知道我爷爷，不行，我要先下手为强。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强的仙术，再使点力气，给我挠挠痒。欧阳长老，我们快扛不住了！一群废物！还不够时间！李乾，他们的魔力太强了，我快扛不住了。魔气！众弟子听令，在！仙师遭遇邪魔围攻，速速与我下山营救。李乾，姐夫，你还好吗？姐夫，你没事吧？区区不入流的仙术，也敢在我面前行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别说是你，就连是仙门五台山的灵虚子，也只配在我手下做一个小小侍女。那老头难道也是邪魔？那老头虽然有点道貌岸然，但骨子里还是名门正派子弟，应该不会同流合污吧？魔尊有令，杀无赦！你这仙力小了很多，怎么受点伤就不小？你有种，让我调整一下再来。我们早就摸清你的路数，受了伤，仙术会弱一半。就是，当我们3岁小孩啊！我是魔修，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李乾，你的仙术行不通了，我劝你啊，现在赶緊乖乖跪地投降，这樣歐陽長老還能留你一條性命。姐夫，你們先走，我跟你們拼了！小心！一群廢物！兒子，你沒事吧？沒事。李道元留下的餘孽，去死！劉歡！我姐！老婆，李乾，都是你保護我，現在我想要保護你。你是凡人之軀，扛不住的。不要傷害他們！區區一個凡人，也敢擋在本長老面前，這樣趕着送死嗎？好，本長老成全。歐陽長老，等等！怎麼，你也想替這個女人求情？啊不，我是想問，能不能把那個女人留給我？哎，你看，我們現在也是魔尊麾下的一員，這女人瞧不起我，就留下玩夠了，然後再殺她，這樣才爽吧？她瞧不起我，她就等於瞧不起魔尊嘛，對不對？是啊，歐陽長老就這麼殺了他，太便宜了呢。嘿嘿，把人綁起來，凌遲處死。一群廢物！魔尊有令，殺無赦，官有什麼變故？你們負責。不是這個意思。待魔尊入住大夏，爾等女人，什麼樣的女人玩不到？也對，葉連環，這就是你瞧不起本少的相，去死吧你！快請歐陽長老動手吧！老婆！這怎麼回事啊？怎麼可能？不僅能吸收我的目光，還能吸收你的。老婆，林歡、李乾，你們沒事吧？老婆剛才怎麼回事？剛才姐，剛才那狗東西想要對你下死手，
你身上突然彈出一道紫光，把他們震開了。是啊，你沒事吧？剛才確實感覺到一股力量，然後我也不清楚了。姐，莫非你也是仙人之軀？歐陽長老，這下怎麼辦呢？對啊，無論如何也千萬不能放過他們。廢話，殺不了他們，我回魔尊那裡也是死不了。不過剛才的異象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你們上去試試。我們？不！怎麼信誓旦旦要為魔尊做事，現在機會來了，不敢了？不是我們不願意，我們只是普通人而已。那個，不如讓這些魔修兄弟上吧。阿弟，本长老让你們做什麼你就做什麼，還敢討價還價？一群廢物東西，再敢說一個不字，現在就帶你去見閻王！歐陽長老，哎呦，我們再也不敢了，不要杀我們！從現在開始，你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，就我二話。現在上！一群邪魔的走狗，你們還以為攀上多了不起大人？結果呢？你们主子肯多看你们一眼。你們就是炮灰，還執迷不悟！給我閉嘴！他沒資格在這裡說三道四。咱可不信了！不行了！就是現在，上！啊！這竟然是真的！到底怎麼回事？我為什麼會……你感覺怎麼樣？我感覺身體確實有股力量，然後有點冷。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是什麼怪物。你就是傳說中的九陰聖體啊！先天九陰聖體？那什麼玩意兒？沒想到啊，沒想到，在這凡世之中，還能遇見傳說中的九陰聖體。女兒，你是媽生的，媽怎麼不知道你是什麼聖體呀？不會是什麼要命的頑疾吧？應該不是，這聖體應該是修行界的說法，可能是好事。不管怎麼樣，他們似乎很忌憚姐的能力，我們現在能絕境復生了。先不要樂觀，還是萬分謹慎。他們之所以忌憚，應該不清楚什麼情況。現在他們反應過來了，應該會有應對之法。這可是異中無一的九陰聖體，至陰至純，如無限怒海，能吞噬萬物，亦能承載萬物。你就是先天的绝頂爐鼎，要是把你活捉回去，我尊必能圆我万物。我們不怕他們。你說的沒錯，這個弓算你的，這個女人必須活捉回去，給我上！他们人太多了。我有個辦法。我有個辦法。什麼？他說我是九陰聖體，那我身上的紫氣應該就是陰氣。我剛剛發現你的風能夾雜着紫氣出去，能擴大範圍。對，那我開口子，我試試。哎呀，成了！姐、姐夫，你們太厲害了！這是夫妻搭檔，天下無敵啊！怕什麼？為了魔尊，繼續給我上！為了魔尊，為了魔尊，為了魔尊，上！太好了！姐，灵魂，你怎麼樣？有點冷。冷？不知死活的東西！你的九陰聖體才剛剛顯現，
如此过度使用，自然会被反噬。哈哈哈，你已经没后手，去死吧！谁敢伤我仙师？拜见师尊。谁敢伤害仙师？灵虚子，他怎么了？师尊，我们已经把他控制住了。就是，这废物放火烧你，我们帮你报仇雪恨啊！师尊阻止欧阳长老动手，想必是想手人查废物吧？师尊，他们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，你动手吧。师尊，你这是？谁是你师尊？竟然敢誆骗于我，诬陷仙师是邪魔！你已经被我逐出五台山了，永世不得修仙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勾结魔修，为祸人间！我看你们是罪该万死！二叔，灵虚子不是欧阳长老的侍从吗？怎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哼！仙师，弟子来迟。弟子？弟子？什么？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灵虚子居然在李乾面前自称弟子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老东西，你把我逐出五台山，然后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为师，什么狗屁陆地神仙，你就是个老糊涂！你个老东西，我叫你一声师尊是给你面子，你还敢把我逐出五台山？你他娘是什么东西啊！就是一个区区欧阳长老的小侍从，现在欧阳长老就在这，还不速速进驾！哦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你的主在这里，你来了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无非就是多了几具尸体罢了吧？你是我的主子？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是啊，欧阳长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，李乾是灵虚子的师傅？哎，打住啊！这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，我可没有说要做他师傅，是他自愿做我徒弟。以我的修为，还不配成为李天师的正式弟子。什么？魔修刚才说是我的主子，你们也不在心里掂量掂量，他配吗？二叔，难道欧阳长老是吹牛的？别废话了。老头，你来太慢了。有一段路程是进飞区，我还是带着弟子打车来的。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你解决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是，仙师。五台山众弟子听令，拔剑！欧阳长老，无需怕那个老不死的。没错，他连那个废物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是您还有咱们魔修兄弟们的对手啊？笑话！前几日，老夫只是以为仙师是普通邪魔罢了，没有做充分準備。再說了，敗於仙師之手，老夫心服口服。老東西，趕緊來！雕成血迹，愣着幹什麼？快上啊！去死吧！真當老夫是吃乾飯的？今天就讓你們嘗嘗這屠魔第一法的厲害！
成挺帅啊！为宗沛真火，现在怕了，晚了。有老夫在，何等邪魔休得猖狂。Nice， 干得不错啊！仙师，妖魔都已伏誅，您看要怎么处理？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打我老找死啊！你敢杀了我，魔尊定不会饶了你。说的好像我不杀你，那狗屁魔尊就会放过我似的。说，知不知道我的意思？我说，李道元的孙子，无命恕也。魔尊亲自来也，区区五台山，休想阻碍魔尊魔力天下！你们都得死！姐，李姐，怎么办？真是魔尊的气息，魔尊决斗中来了。你也不是魔尊对手啊！魔尊乃是仙界之魔，与九天真仙同一级別的存在。雖然在仙魔大戰中實力受損，被貶凡間，但也不是我等凡修能夠抗衡的。原來你也會怕！魔尊降臨了，我親手弄死你！魔尊必定一統華夏，就先從你們五台山開始。不對，不是魔尊本尊降臨，是魔尊的神魂在鎖定我們的位置。速速撤離！那就是我們還有時間了。我這周的仙術也快刷新了，希望能刷到有用的。我們快離開吧！關上了，別讓他們跑了！站住！我尊神魂已至，你們逃不掉的。魔尊的實力已經強大到這種地步了嗎？往哪兒跑？我受死吧！公子，老子先滅了你！是是。老婆，你花，你這是做什麼？林歡，你怎麼能對李乾動手啊？姐，你瘋了！完了，姐要對姐夫下死手了！不能這樣！我老婆這怎麼了？這是師母好像已經不是他自己了。什麼意思？吾乃鐵魔尊。歐陽穎拜見魔尊。荒廢，一點小事都辦不好，還需本魔尊神魂牽制，回去再收拾。只要能滅掉他們，我等甘願受罰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師母乃是先天九陰聖體。雖然這是魔尊一縷神魂入體，但也有魔尊本尊3成的實力呀！魔頭，趕緊從我老婆身上下來！別叫喚了，你老婆乃頂級奴隸，本尊已經完全佔據了她的身體，我來受死吧！老頭，再堅持10分鐘。10分鐘？你們以為拖延時間就能逃出本尊的手掌心嗎？
老头，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怎么这么巧？李道元留下的余孽，本尊早已就看透了。你不过就是一介凡人，身上的仙术不过是李道元留下给你。你不过会刮刮风、下下雨，还会做什么？本尊一根手指就能碾碎你。任虚子，听见没有？那李乾根本就不是什么仙师，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垃圾罢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现在马上投靠魔尊，杀了他们。等魔尊一统3界之后，还能给你个魔将做做。我呸！你以为老夫跟你们一样是贪生怕死之徒？宠恶未到，本就是我仙门之责。就算仙师是凡人又如何？老夫五台山长老灵虚子，一介邪魔，不死不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成为本尊脚下的一具具枯骨吧！老头子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来！魔尊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看来你很爱这个老婆吗？就让你死在你老婆手中，如何啊？以前，老婆，快醒醒！老婆，快醒醒！什么情况？这个臭女人竟敢跟我抢夺身体！你个放了我老婆！师长，你还好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圣人意志力比想象中的要强大，竟然能与魔尊的神魂抗衡。那他还醒得过来吗？很难。魔尊神魂魔力无边，虽然师母是先天9位圣体，但本质上还是个凡人呢，意志力很快就会消磨殆尽了。以前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不行，不行！不行，不行！就算杀了师母也没用啊，不过是上一级魔尊的一缕神魂而已，起不到什么作用啊，不是太大的影响，无非是杀了一条人命。老婆，你听见了吗？就算杀了你也没用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！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没有，只是……快说啊！魔力属基因，只有刻着基因之物的纯阳仙雷，才能在不伤师母的前提下将神魂逼出来。但是，先是你的呼风唤雨产生的雷电不能用啊！纯阳仙雷哪怕是9天真仙，也不一定能换得出来啊！老婆！这个凡间的臭女人，竟然敢浪费本尊的时间！等本尊回去后，就把你炼成火鼎炉！你敢！生生世世不得超生！本州仙术为化形术，天上地下世间万物，只要你想得到，就能化形，并短暂使用其能力。我明白了啊，老头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放出纯阳仙雷的？不管什么东西，动物、植物都行啊。神兽雷泽，它另一个名字叫做雷神。不过先生，你问这个雷泽，我在山海经看到过。化形术，雷泽，人呢？这是。老公，对不起，刚才杀了你。没事，这不怪你。爸妈呢？师母放心，你的家人只是晕倒了，并无大碍。先生，您刚才化身神兽雷泽，您的化形术已经不如仙境了呀。先生，您刚才也救了我一命，多谢仙师救命之恩呐。刚才多亏了眼拖延时间，又有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，名门正派，名不虚传。
大家以后不用这么客气了，都是朋友、哥们儿、兄弟啊！多謝仙师，多謝仙师，救命之恩，谢仙师。魔尊都败了。是啊，刚才那只什么怪物，太吓人了。那可是神兽，这李乾不是人，他绝对不是人。废物，这就对你们吓破胆了。小还没真正的降临，我们现在就场戏。好，站住！不要再走前一步，用雷劈死你！老头，事情还没解决，留着这些人可能会有有用的消息。接下来，弟子这就回五台山备战，同时通知各路仙门围剿魔尊。就凭你们，李道元根本不在凡间，本尊已出关，即刻踏平凡间。不好，魔尊这是就要降临了。魔尊苏醒的太突然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準備啊！就算你們做足了準備又怎樣？全天下的仙門聯合起來，也不是魔尊的對手。長老，我不是9陰聖體嗎？如果激發我的全部潛力，有沒有勝算啊？別做夢了，剛才已經體會過了，一縷神魂就把你們控制得死死的，你們只有死路一條。我們終歸是凡人，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，爾等螻蟻本質上不過就是一些身懷異術的凡人罷了，想和萬年魔尊做對抗，簡直是做夢。你們聽到魔尊的聲音都嚇得跟孫子似的，一群廢物！你們啊，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等魔尊親臨，親手殺了！叫什麼叫？不用等魔尊，我現在把你滅了！此地魔氣縱橫，你倒是出手，魔氣會瞬間將你腐蝕。你們盡量拖住些時間，我可以借助魔氣恢復實力。好，這回看你往哪兒跑！不敢出手，我倒要看看你們還有什麼後手。都不用魔尊，到時候我就能弄死你。其實魔尊降臨也是天大的功勞。難道我們只是等死了？辦法是有，只是太渺茫了。什麼辦法？你們已經窮途末路了，只有和魔尊同級別的存在，才有可能戰勝魔尊。和魔尊同級？不錯，這招需要一位9天真仙才能與之抗衡。如今是末法年代，凡間已經有上萬年沒出過一個9天真仙，你們有一個算一個，不過是普通的修行者罷了。哈哈哈！魔尊降世，屠孽人間，凡間與仙界之間隔着無數道天際，我們想與9天真仙取得聯繫，簡直是做夢！哈哈哈哈！9天真仙，9天真仙，這房子一定得保住，這是爺爺在凡間的坐標。要是爺爺想回來看你，房子沒了，爺爺就找不到路回來了。房子的坐標啊！您的意思是，我爺爺就是9天真仙，房子是坐標，走，快去老房子。9天真仙，您爺爺是9天真仙，那在魔尊口中的李道元，李道元，難道是晚年之前憑陰己之力守護仙劍的李道元？怪不得，我說仙師，為何會有真仙之詞？原來您是真仙李道元的後人。哎呀，廢話少說，我跟林歡先回老房子，你也受了重傷，在這裡照顧好我岳父岳母。啊，遵命。走，走，跟上。老頭，李道元，你再不出來，我要去天上見你了。老頭，快跪下，恭迎魔尊。魔尊又來了。恭迎魔尊，魔臨天下。你退後，我擋住他。化形術，雷澤。皮肤也想撼術？这么算，這麼強嗎？老公，
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李道元，你亲孙子和亲孙媳妇要被杀了，你还不出现吗？老头，爷爷，老头，你终于来了。孩子，你是先天九阴圣体，怪不得你和我孙子能够结婚呢，相互吸引，都是缘分呐。李道元终于现身了，那今天咱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魔头，当年灭你神魂，当场陨落，没想到你却在人间苟且偷生，活了下来。天不亡我，就是让我卷土重来，找你报仇！哈哈哈哈！我这……我操！不要！李道元，我如今魔功大成了，受死吧！你们不是结婚了吗？为什么没有同房？这跟大魔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虽然结婚了，但是认識沒2天，還是有點拘謹。一個至陰，一個純陽，且你又是我的後人，相互結合，迸發巨大的先烈。不太好吧？你們在這生死決鬥，難道我們在裡面？你是不是笨吶？兩個人做個親密的動作，可以牽牽手、接接吻的。哎呀，這都什麼時候了你？李道元，你怎麼成大羅金仙了？是我孫子孫媳助我突破。像你這樣無情無義的大魔頭，能懂嗎？這老頭你這麼厲害呢？天兒啊，你面對大魔頭不懼不退，依然通過考驗。爺爺給你的仙術，你都可以隨意使用。真的？你們倆就是絕妙的雙修之體，你們已然成仙。記住，多生幾個娃，全是仙子仙孫吶。